中先啊，各位，正中。左邊得就右邊啊，右邊啊。最後翻嚟中間啊，大家右邊先，右邊先。好，影完就。係啊，俾電子傳媒係啊 ，cam 都要影。OK 未？大家得啦係嘛？我哋要開始啦！我哋要開始啦！我哋要開始啦！我同中間啊，邊度？好，可以。好。OK， 好，歡迎大家嚟到呢節經民聯嘅傳媒簡報會啦。咁呢一節時間咧係有40分鐘嘅，去到3點35分。唔該。好。各位傳媒朋友，行政長官呢今日就發表咗佢新一份嘅施政報告，以深化改革、心繫民生、發揮優勢、同創未來為主題，聚焦係經濟同民生兩大核心。咁呢個同埋經民聯一直倡導嘅全力發展經濟、務實改善民生嘅理念呢，其實係相當一致。咁加上早前經民聯向特首提交嘅施政報告建議咧，今次揭曉咧，就真係有90%嘅建議都獲得行政長官係接納。咁因此咧，經民聯咧梗係對呢份報告咧就大力支持啦。既然有90%嘅建議都獲得支持咧，俾打分嘅話咧，都梗係要俾到90幾分㗎啦。咁而實際上咧，今次施政報告咧係好多項嘅政策，特別喺提振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咧，都係涵蓋好闊嘅。喺經濟上咧，可以講係涵蓋可陸空多方面，包括係加快北都嘅建設啦，發展遊艇經濟啦，係開發跳島遊嘅線路啦，優化投資移民計劃啦，促進航空業與飛機維修業發展啦等等嘅措施。咁因此咧，經民聯咧亦都咧用呢16個字咧係評價呢一份施政報告嘅，就係應對挑戰、求變革新、投資未來、加強信心。喺當前全球面臨咧100年未有嘅大變局嘅背景之下咧，經民聯咧係都呼籲特區政府係繼續同工商專業界係攜手，努力發揮一國兩制同埋香港嘅獨特優勢，持續推進改革，拓展新經濟嘅增長點，優化營商環境，推動產業咧向多元化、高增值咧轉型，共同開創香港更加繁榮、更加穩定嘅未來。咁我同我哋嘅經民聯嘅議員同事咧，就會就不同嘅具體政策範疇咧係有進一步嘅回應㗎。咁首先呢，就我講講喺個北都嘅發展方面呢，我哋相當同意，當然就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重要嘅引擎。我哋好高興見到呢，就會成立咧由特首領導嘅北都發展委員會，係提升決策嘅層次，亦都簡化行政嘅流程，拆牆鬆綁。我哋樂見呢係特區咧係會以新思維去採納不同地方嘅建造方法、材料同埋裝備。經民聯認為咧，呢個委員會咧可以更加聚焦企業同埋專才嘅需要同埋關注，靈活咁樣咧係作出策略性嘅部署，統籌招商納才嘅策略。
由特首親自領導呢個委員會咧，更加顯示特區政府全力提速發展北都嘅決心。另外咧，我哋都非常支持政府咧，為北都係訂立加快發展北都嘅專屬法例，授權政府為提速北都發展係制定簡化嘅法定程序。我哋認為咧，呢啲措施除咗可以加快北都嘅發展咧，亦都可以減輕政府與發展商雙方嘅行政同埋財政壓力，使到整個嘅發展咧係會更加有效益，亦都更加個時間上可以壓縮。喺基建工程方面咧，我作為立法會工程界嘅代表，當然就好歡迎施政報告提出咧，會額外預留300億元喺未來2-3年咧係加大工程項目嘅開支。經民聯都認為有關嘅預算咧係有助確保政府咧係能夠適時同埋有序咁樣推出工程項目，避免咧工程量咧係大起大落。再強調咧，我哋都係認為咧一定要保障業界穩定發展，千祈唔好咧係重蹈咧係一時飽死一時又餓死咁嘅覆轍啦。特區政府推動跨境嘅鐵路項目，打通深港兩地嘅地鐵網絡，大幅提升大灣區基建互聯互通，我哋係非常支持。咁亦都係樂見政府咧係繼續完善大灣區跨海陸空嘅接駁系統，為求咧係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同埋國家嘅8縱8橫嘅高鐵系統等嘅全國性交通網絡。政府積極咁樣推動來自內地內陸省市嘅貨物咧係透過鐵路、海路、陸路同埋江河嘅多式聯運，經香港咧運往國際市場。我認為咧呢個係有助香港加快建設跨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亦都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咧形成策略性嘅交通網絡，係可以強化本港國際航運同埋航空樞紐嘅地位嘅。政府咧係亦都明白我哋喺泊車位方面係嚴重不足嘅，咁以致咧係好多車主司機咧都逼住違例泊車，亦都咧形成咧交通嘅擠塞嘅更加嚴重。我哋好歡迎咧政府咧就會放寬私人發展項目中停車場總樓面面積嘅豁免安排，咁呢個咧係有助解決泊車嘅問題嘅。咁對於政府推出3億元嘅高速充電樁嘅計劃，同埋咧係推出咧係6幅用地作為高速嘅充電站咧，我哋係非常支持。咁我哋一直咧亦都係要求加快市區嘅公屋重建。咁今次好高興咧，就政府都透露咗啦，房委會將會公布馬頭圍村同埋西環村嘅重建計劃。同埋咧，亦都會研究重建模範村嘅，咁能夠加快推動呢啲重建、改善居住計劃啦。係我哋經民聯咧一路倡議或者樂見咧係政府嘅積極取態。咁落嚟咧，我就交俾林健鋒議員啦。好，今次呢份施政報告咧，內容咧係好紮實，而且有驚喜，所以我哋係俾90分佢嘅，90分。報告提出咗多項嘅促進招商引資同埋支援中小企嘅措施，除咗係可以令到中小企即時受惠，同時咧亦都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商業樞紐嘅地位嘅，亦都加強咗投資者同埋工商界對香港經濟前景嘅信心。響報告裏邊咧係採納咗我哋大部分嘅意見。首先，佢哋係將嗰個還息不還本安排再延長1年，並且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底下嘅80%擔保產品咧嘅申請再延長2年，減收工商業污水附加費50%。呢啲措施都係好貼地、好實際嘅。大家都知道呢幾年中小企經營環境咧係面對好多挑戰，特首提出嘅措施正正係為中小企帶嚟及時雨，
幫大家渡過難關，令到中小企有一啲喘氣嘅空間。另外呢，美國聯邦局即將公布最新嘅議息結果，一般人都相信呢，今次可能會減1/4，甚至到去半釐㗎。我亦都親身同財爺同埋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提出，我係希望今次香港係可以跟足美國減息嘅幅度，呢啲係可以舒緩企業響按揭同埋償還貸款嘅壓力㗎，亦都可以幫中小企咧唞一唞氣嘅。經民聯咧一直都係積極協助政府響全球招商引資，我係好樂見香港成功引入歐洲領先公司嘅飛機維修嚟香港落戶嘅，響香港設立飛機拆件高價值嘅零件回收同埋交易服務嘅。我相信呢啲項目係可以為香港未來帶嚟以百億計嘅經濟收益，創造大量嘅新職位，亦都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我亦都樂見政府響北部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呢，係採用一個革新嘅做法，靈活變通、拆牆鬆綁，加快開源節流同埋開發嘅流程嘅。未來呢，我同經民聯係會主動出擊，爭取響創新科技、新型工業同埋碳中和等領域呢，引入更多企業嚟香港落戶，香港嘅經濟動力呢，係產生一啲新嘅活力嘅。對於報告呢，亦都接納咗經民聯提出嘅一系列措施，係包括促進黃金交易市場，我哋係表示歡迎嘅。希望政府可以加快落實建立國際黃金交易中心，推動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我哋亦都係歡迎施政報告嗰度啦，接納咗由經民聯首先提出嘅建議，就係進一步放寬投資移民嘅門檻。將購買5000萬元嘅住宅物業嘅門檻咧降到3000萬。我哋亦都會繼續要求將有關嘅門檻咧降低到2000萬。長遠咧，甚至到取消呢個要求，令到投資者喺香港資金運用方面咧更加有彈性嘅。我哋亦都非常之高興咧，政府就接納咗我哋嘅意見，將購買非住宅物業可計入嘅金額咧由1000萬提升到1500萬，物業成交價咧係不受限制嘅。咁樣係可以令到投資者更靈活咁去運用資金。我哋預計放寬計劃之後咧，我哋響投資移民計劃將會更加受到各地投資者嘅歡迎。最後，我就想講講遊艇旅遊。我好高興施政報告係採納咗經民聯嘅意見咧，就開拓高端遊艇旅遊，增加遊艇泊位同埋優化訪港遊艇入境流程等嘅配套。呢個措施呢係會為香港發展高端旅遊注入新嘅動力。響早前呢，舊年6月呢，我響立法會呢亦都已經向政府提出呢，就發展呢個跳島遊。呢個跳島遊呢 ，island hopping 呢係絕對可以配合呢個遊艇嘅發展嘅。我哋可以善用香港離島多元化嘅特色，串連島嶼網絡。我相信新嘅措施可以令到香港旅客一次過感受唔同嘅旅遊體驗。每上一個島喺上面玩咧，就好似開一個盲盒咁有驚喜嘅，為香港旅遊業同埋經濟發展注入新嘅動力。跟住請阿梁美芬繼續介紹有關我哋嘅其他建議。好啊，多謝 Jeffrey。我自己呢亦都係非常之贊成呢今次嘅施政報告呢係一份有溫度嘅工作報告。佢係兼顧咗呢經濟嘅發展、民生嘅需要，同埋呢未來我哋嘅人口下一代嘅福祉，其實都包括咗喺裏面。咁其中咧第一點我想提到嘅呢，就係喺國際教育樞紐呢個亦都係本人呢一路長期以嚟呢一路倡議嘅。咁我哋經民聯呢亦都一直呢係有去倡議呢
喺學生宿舍嘅供應啦，喺嗰個嘅非本地生嚇嗰個限額嚇，尤其是咧喺政府資助嘅大專院校咧，可以再增加到40% 到50%。呢一啲咧都係我哋有積極去倡議嘅。咁而有呢一個嘅放寬咧，我哋一直認為咧係對於吸納一帶一路啦、東盟國家啦，包括中東啦、中東歐優才生啦，都係非常有好處。我哋亦都係繼續支持咧，可以擴大咧一帶一路嘅獎學金嘅名額嘅。咁呢個咧，我自己喺大學30年啦，我覺得呢一個實踐其實係成功，係吸收到呢係比較優質嘅學生。而呢啲學生咧翻到去咧就係香港嘅大事，我哋國家嘅大事。咁呢個非常重要㗎。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國際法律樞紐啦。咁我哋香港好彩成為國際調解院嘅總部，而特首剛才亦都有講咧，我哋將會有國際法律事務大樓，進一步推廣咧我哋係國際爭議解決嘅中心嘅地位。咁喺呢度咧特別提到咧，呢個正配合咧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修訂咗嗰個仲裁法。就係咧喺內地有部分涉外嘅調解案件咧，係會可以移送嚟香港嘅國際調解院，即係啲大嘅案件。同埋咧，佢哋係容許境外嘅仲裁中心喺南沙或者海南呢啲自由貿易區去發展。咁呢個咧，我哋就100%咧同國家並船出海啦。佢嘅專業。特別喺法律嗰方面咧，我哋係一定可以咧係更上一層樓啊！咁此外咧，特首亦都係一開波已經講，除咗我哋請進來之外，係要走出去。所以咧，除咗我哋好多嘅國際嘅論壇，我哋有唔少嘅民間團體，佢都鼓勵走出去之外，亦都鼓勵咧更多嘅代表年輕人，亦都可以參加國際組織嘅會議嘅。咁此外咧，就點樣反映咧成個工作報告嗰個施政報告咧係有溫度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係非常之贊成啦，10幾年啦都推廣銀髮經濟。咁佢成立呢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特別係提到咧，其實唔係淨係醫療啊、安老啊呢啲，等於咧只係一個係基本嘅需要，而係點樣令到呢一個社群咧係有自己嘅經濟循環。嗰個銀髮經濟咧就係經民聯長期咧一直希望係得到嗰個嘅正視。咁呢次咧其實特首係特登提到呢一樣嘢。咁咧就喺嗰個醫療嗰方面咧，我哋就一定我哋自己咧經民聯咧一路都推動咧，希望深化醫療改革。就係推展中風中心同埋心血管疾病綜合醫療中心。咁呢兩樣嘢咧，政府咧亦都係接納咗嘅。咁亦都減少咗咧，就係專科輪候嘅時間10個星期。咁此外咧，我特別要提咧，就係佢亦都有點提咧，就係要增強監管非法行醫，同埋鼓勵中西醫嘅協作，特別引進國際醫療龍頭。同埋產學研咧，我哋係舉腳贊成啊，中西醫嘅結合。咁咧就另外一點想提到嘅咧，就係今次咧施政報告除咗提到低空經濟嘅發展咧，亦都特別講太空經濟。我係非常之開心，因為喺大學咧，我係的確見到唔少好優秀嘅同學咧，佢係要離開香港去外國讀書咧，就係揾嚟揾去香港都冇重視到太空經濟。咁呢次呢，我覺得施政報告係直情點題開題，對於吸納高端人才都有好處㗎。最後我提到嘅兩點呢，就係一就係嗰個少數族裔嘅關愛隊呢，係非常高興嚇，因為10幾年我做立法會議員呢，我都覺得少數族裔咧係香港重要嘅一員，呢次咧係正式去承認佢哋，去有個關愛隊，又照顧佢哋嘅需要。最後就係提到康文署，咁呢個好重要嘅喺民生議題。如果做過區議會嗰啲，好多都明白咧，喺嗰個社區發展咧，康文署真係有時咧係需要更加加快。咁佢而家將佢咧就係可以容許公私營
合作，有一個市場嘅模式，更好咁樣服務去 address 咧社區有啲可能微型啲嘅工程項目咧，我哋係非常之高興㗎。咁呢啲咧我都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咁樣倡議㗎，喺紅磡啊，喺西九龍都係。咁喺呢一度咧我就講到呢度啦嚇，要交俾劉業強Ken 唔該。喂各位傳媒朋友，大家下午好。咁以下來咧，我係就幾點係講嘅，就關於係北都嘅發展同埋新界收地，以及係發展鄉郊同埋海上旅遊呢兩方面。咁係代表經民聯嘅回應。咁北都嘅發展同埋新界收地咧，喺施政報告提到咧，係北都發展嘅委員會，呢個係由特首係領導啦，呢個層次係提到係非常之高。咁經民聯同埋新界鄉議局咧，都係表示熱烈嘅歡迎。咁特別係喺政府建議以多元嘅開發嘅模式咧，係包括係原址換地啦、片區開發等嘅方式去推動市場參與係北都嘅建設。咁同時咧係訂立係加速發展係北都專屬嘅法例，咁使到咧係北都嘅規劃咧係可以係提速、提效、提質同埋提量向前推進。咁經民聯嘅建議係政府進一步咧可以加快各項嘅審批嘅程序，協助咧係企業咧係拆牆鬆綁，促進咧係創新嘅項目同埋產品咧可以落地。咁例如喺園區咧設立咗係最高級嘅國家實驗室，吸引更多嘅全國嘅重點實驗室咧係進駐。咁將園區咧係打造成為咧世界級嘅係科研嘅樞紐。咁此外咧喺施政報告提出咧係土地自願交出同埋抵銷方案，係推動市場參與北都嘅發展。咁政府咧係可持續提供咧更多彈性，係提升土地業權人係參與係換地嘅意願，並咧係考慮係釋放咧部分嘅鄉村式嘅土地作公私營合作用途。咁呢個咧係更加係好好係善用新界嘅土地嘅資源。咁喺發展鄉郊同埋海上嘅旅遊啦，咁經民聯同鄉議局咧都係樂見特區政府係推出一系列嘅措施，咁包括係落實四山嘅旅遊，探討合適嘅措施以串聯咧鄉郊嘅景點。咁係比如咧係傳統嘅村落嘅農田啦、宗祠嘅書室啦，同埋風俗嘅活動等等。咁而且咧係開放沙頭角海邊嘅海邊嘅禁區，咁使到咧便利鄉郊地區營運民宿等等。咁以及係推廣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嘅紅色係旅遊嘅路線。咁進一步咧係推動生態旅遊同埋海上旅遊。咁呢個係豐富鄉郊生態遊嘅體驗。咁為咗加快係發展係鄉郊同埋海上嘅旅遊咧，咁經民聯咧係建議咧係推出咧係跳島嘅通票，咁讓到旅客咧喺限定嘅時間裏邊咧係自由咧係乘搭渡輪到唔同嘅島嶼，咁享受咧係島上嘅住宿、餐飲同埋體驗嘅活動。咁並加強咧新界每一個碼頭嘅設施同埋道路嘅連接。此外咧，經民聯係期望咧當局咧係特事特辦，係探討豁免咧鄉郊經營賓館同埋食肆嘅條例嘅要求，咁助力咧係發展係山旅啦、山宿啦、圍村圍宿啦，同埋使到旅客咧可以係有更完美嘅體驗。咁呢度時間係交俾好啊，請吳永嘉。各位好，經民聯係非常歡迎施政報告提出咧制定發展低空經濟規劃嘅行動綱領嘅，推出進階版嘅監管沙盒，以及完善相關民航法例同埋規管嘅框架。經民聯一直呼籲政府要快馬加鞭，落實更多應用嘅場景。咁我哋期望下一步咧可以強化同灣區內地嘅城市合作，協調咧空管嘅管理，建設低空跨境航線，並且鼓勵保險界咧推出更多元化嘅產品，使到中小企咧更放心咁應用無人機等低空嘅科技。而喺 AI 同埋職專教育方面咧，我好高興咧，施政報告回應咗我近期嘅關注，因應國家公布嘅 AI 加行動路線圖咧，重點支援 AI 教育，包括喺優質教育基金預留20億元支援中小學數字教育啦，並會喺2026年發表中小學數字教育藍圖。
經民聯期待咧，當局可以進一步喺職專教育引入 AI 嘅技術，加快推動新工科等跨學科嘅協作，積極孕育職業人才，配合咧我哋工業嘅4.0人才嘅需要。政府亦可以咧優化資歷架構同埋認證制度，使到公眾咧睇到公字可出頭，推動生產性嘅服務業嘅專業化發展。另一方面咧，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咗咧產學創科人才交流計劃，鼓勵大學教授參與企業研發同埋了解行業嘅需要，並且鼓勵咧本地應用科技大學同境外龍頭企業加強合作，推動產學融合。我哋經民聯認為要進一步推動民政產學研結合，爭取民間嘅資源咧，支持初創企業，參考杭州孕育陸小龍嘅經驗，向初創中小微企咧提供咧切實嘅補貼，打造成咧冇事就唔打攪你啦，無事不擾嘅營商環境，推動咧專精特新企業嘅發展。而喺新型工業化方面呢，施政報告亦都回應咗我同經民聯多年嚟嘅建議，提出建設第3個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以及下調咗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嘅項目成本門檻，由3億減到1.5億，切合咗企業嘅需要。當局咧應該盡早咧制定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嘅方案，加強同業界嘅溝通，確保方案落地，着力提升業界喺供應鏈啊、市場融資啊、品牌推廣等等嘅發展同埋競爭力，咁樣咧就可以帶動到新型工業化嘅整體進程啦。咁我以下時間交俾陳祖恒議員。唔該，Jimmy。以下我就會就AI 產業新增生產力同埋協助我哋嘅企業出海市場拓展時裝紡織發展嗰度咧，就同大家做一個回應嘅。咁我哋經民聯咧好歡迎施政報告提出加大推動 AI 作為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核心產業，包括預留10億元喺2026年成立我哋香港嘅人工智能嘅研發院啦。咁今年內亦都會就沙嶺嘅數據中心招標，以及推出第2期沙盒，加強我哋 AI 商務嘅應用嘅。咁經民聯認為咧，當局應該要堅持咧，繼續去堅持我哋嘅雙軌並行，同步推動傳統同埋新興產業嘅發展，以香港製造壯大我哋香港製造呢個金漆招牌。咁而為我哋國家嘅發展入邊咧，就將我哋喺香港嗰度一國兩制之下嘅關鍵核心技術嘅基礎能夠可以做好嘅。咁另外講到 AI 咧，政府都成立咗由政務司司長帶領嘅 AI 效能提升組啦。呢個係我哋期待已久，由高層次去帶領咧，去統籌提供我哋嘅提升我哋公共行政嘅效率。呢個其實用創科同 AI 結合咧，係有助咧將我哋嘅重疊嘅人手資源同埋啲業務流程有簡化。呢個亦都係能夠可以幫到我哋嘅企業，因為喺嗰個叫做企業上面嘅政務咧，我哋能夠大能夠可以幫助佢哋去壓縮可能佢嘅成本咧、時間咧，呢啲都係中小企一啲經營成本，能夠幫到佢哋。希望喺呢個咁有競爭嘅環境之下，能夠可以做好佢哋嘅生意嘅。咁另外我哋都好高興特首今次施政報告度咧就好特別去提出有關於內地企業出海呢個大嘅方向啦。咁亦都見到話會提出成立呢個內地企業嘅出海專班。咁主動招攬內地企業利用香港去出海，制定多元嘅方案，亦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公營機構啊、法定機構啊等等咧，就會協調大家一齊去推動呢一個方面嘅發展嘅，帶動我哋嘅內地嘅企業嚟香港。咁我相信呢個對於我哋點樣統籌關稅、貿易、生產、技術融資、設計等嘅出海工作咧，係能夠大大提升嘅。咁另外開拓新市場同埋商貿嗰邊咧，其實對我哋嘅對我哋即係商界好重要啦。咁經民聯咧亦都歡迎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經貿一站通，組織更多嘅海內外嘅一啲嘅商務考察。金管局都連同總商會同埋工業總會等帶領中小企咧就前往東南亞去拓展商機。咁呢啲都係對於我哋發展同埋開拓新市場好重要。我哋都歡迎政府向 BUD 專項基金注資14.3億，擴大嘅資助範圍。信保局嗰度亦都有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對我哋中小企業嘅支援。咁亦都希望隨着我哋嘅叫做
嗰個叫做 budget 啊，我哋嘅預算能夠一路做得好嘅時候咧，希望能夠俾我哋更加多嘅支持嘅。咁清真認證方面咧，亦都睇到我哋經民聯嗰度咧，睇到有促進穆斯林旅遊嘅清真認證嘅餐廳嘅資助提供50%啦，嘅上限5000蚊。呢個咧都係同我哋工業總會啱啱我哋上個月推出嘅香港 QMart 優質清真計劃嘅認證嘅方面係睇齊，咁我哋期望我哋工種同埋業界能夠可以加強對於清真認證服務嘅一個推廣，共同去構建穆斯林旅遊嘅友善城市嘅。時裝紡織業方面呢，時裝報告亦都有講到啦，香港時裝會將於今年底再度舉行。咁我同經民聯都非常感謝政府對於我哋業界一直嘅支持。咁業界嘅大力將會係大力支持政府咧，繼續推動香港時裝會做好我哋嘅國際宣傳同埋合作。來年呢，咁政府同埋業界，我希望能夠可以將成件事做大做闊。時裝會方面咧，能夠繼續宣揚我哋嘅中華文化、流行文化、影視合作、旅遊同埋餐飲。咁時裝嗰邊希望能夠可以做闊個時尚，能夠可以將相關嘅產業更加能夠可以做多佢嘅。咁繼續唔該大家。咁我哋而家交俾Benson， 唔該。各位傳媒朋友，我認為咧今次呢一份施政報告咧係充分回應咗業界嘅建議，亦都係咧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嘅施政報告，係一份非常之高分嘅施政報告嘅。咁咧，以下我會由4個方面去講一講經民聯嘅回應。第一，有關發展遊艇經濟，經民聯咧其實早前咧就已經發布咗發展香港遊艇產業研究報告。咁其後咧，我哋亦都聯同業界咧係就遊艇旅遊同埋遊艇經濟咧係召開咗圓桌會議。咁本人亦都係有多次咧向政府咧係提出書面嘅提問㗎，亦都係向政府咧係提出要大力發展遊艇旅遊同埋遊艇嘅產業。咁十分感謝特區政府，亦都好高興呢政府係採納咗我哋嘅報告同埋圓桌會議當中業界超過90%嘅建議，當中包括咗增加泊位啦，特別係大型遊艇嘅泊位啦，放寬對訪港遊艇嘅入境嘅要求啦，容許訪港遊艇無需要喺遊艇會或者碼頭預留呢啲泊位咧，就可以自由喺本港嘅水域航行啦。呢個我相信咧，亦都對我哋嘅跳島遊咧係有正面嘅作用嘅。其他就係包括咗簡化入境程序啊，推動港艇北上或者北艇南下等等嘅措施。我哋認為咧，其實呢一啲嘅措施咧，對我哋香港發展遊艇產業咧，係能夠帶動到一個新嘅經濟增長點。我哋亦都期望呢，日後當遊艇嘅用量日漸增加嘅時候呢，政府可以考慮我哋經民聯其他有關遊艇產業嘅建議，譬如當中包括咗定點停靠、就近聯檢等等呢一啲嘅遊艇嘅通關模式。我相信呢，今次特區政府提出呢個發展遊艇嘅經濟呢，係對本港嘅遊艇產業以至其他嘅一啲即係專業嘅周邊產業呢，都能夠係有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作用嘅。第二，有關文體旅發展啦，經民聯呢樂見到政府呢係採納咗聯盟嘅意見啦，打造高端藝術品嘅交易樞紐，精簡申請食肆、露天座位等等嘅呢啲嘅程序。我哋亦都見到呢，其實今次呢亦都係提出咗呢係會大力發展盛事加旅遊嘅呢一個嘅概念㗎。我哋都見到咧，近排其實唔同嘅盛事，包括運動盛事啦，都一浪接一浪嘅。當中譬如有就嚟舉行嘅全運會啦，亦都咧我哋好高興咧，見到特區政府咧，亦都向 Live Golf 咧係達成咗長期嘅合作。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個加旅遊嘅概念咧係即係十分之奏效嘅。所以我哋見到無論喺今次施政報告當中嘅體育加旅遊啦、生態加旅遊、文化加旅遊，以至去到食品製造加旅遊咧，我相信咧都係一個文體旅一個聯乘底下咧能夠製造幾個經濟效應，所以聯盟期望咧，特區政府咧可以亦都整合一下我哋本港嘅文體旅嘅板塊，聯同唔同嘅文體旅嘅板塊啦，能夠成為香港文體旅領域嘅 Hong Kong Team， 對外喺香港為我哋香港咧係去推銷我哋喺本港以內嘅一程多站嘅文體旅嘅產品。第三啦，有關青年發展，其實咧係特區政府咧喺2022年咧就提出咗青年發展藍圖啦。咁其實呢幾年咧都係有效落實㗎。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今次亦都咧係更加係深化同埋提出咗咧青年人才培訓計劃，係讓唔同有興趣嘅青年人咧能夠裝備未來。呢個我哋對此咧都係表示正面㗎。最後有關就係寵物經濟啦。經民聯咧其實係十分之歡迎咧政府咧係採納咗聯盟嘅意見㗎，因為你其實呢一個即係狗隻進入
去食肆呢，就本人亦都係有幾次去提出咗書面嘅提問㗎。咁啊，今次呢，其實見到特區政府係推出呢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嘅一個牌照啦，即係我哋都認為咧呢個係對無論狗主同埋對毛孩呢，都係一大喜訊嚟㗎。相信亦都可以刺激到呢我哋本港飲食業嘅一啲嘅新嘅消費同埋增長點。我都期望呢，其實政府呢能夠喺未來啦，特別喺落實呢一個嘅牌照申請嘅細節當中呢，能夠充分同唔同嘅飲食界嘅持份者去溝通啦，同埋同一啲關注寵物政策嘅持份者咧，都能夠充分去溝通，喺嗰個細節上咧，能夠有一個咧最適合嘅方法去做。而我其實本人都相信呢，其實呢一個嘅政策呢，係將會讓食肆呢係多一個嘅營業上嘅選擇，亦都讓飼養狗隻嘅寵主呢有多一個消費嘅選擇嘅一個地方。咁啊，整體而言，我都認為呢係對我哋本港嘅經濟呢係會帶來正面嘅作用㗎。咁最後我哋請Louis。好，就陸漢標議員唔該。好啊，各位，我所講嘅部分呢，應該就係施政報告裏邊關於加快發展北都同埋土地房屋政策經民聯嘅回應嘅。咁由於剛才盧主席同埋劉業強議員呢，對於係即係加快發展北都呢，都講咗好多啦，我就唔詳細講啦。我只不過呢，就想係利用我自己作為地產建造界嗰個代表嘅身份啦，特別係再講多一句啦。我哋係歡迎施政報告提出由行政長官自己領導嘅北都發展委員會去取代而家呢一個北部都會區嘅督導委員會，並且係設立3個小組咧，分別係由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同埋係財政司副司長啦去提升嗰個決策嘅。咁業界咧就只係希望啦就係即係呢3個小組咧能夠進一步咧簡化咗行政程序，將嗰啲係即係拆牆鬆綁多元化嘅發展模式原址換地各樣嘢，我哋都希望啦即係盡快可以推行出嚟，自然咧就可以睇到啦北都可以係進一步加快發展嘅。咁跟住我就想講講係土地房屋政策啦。我就好歡迎施政報告裏邊重申，政府喺未來10年會有足夠嘅土地滿足長遠房屋策略嗰126000個私營房屋單位。但係好重要一點呢，今日行政長官所講嘅呢幾句説話啦我相信一定要記入史冊裏邊大家佢話政府會有節有道及務實地部署推出土地嘅步伐。有節有道啦對於係個地產市場係好重要嘅我哋從來都唔懷疑香港係冇唔夠土地咁，但係咧就最緊要推地嘅時候咧，一定要係即係根據嗰個市場嘅狀況。咁而家咧特首已經俾咗定心丸啦，有節有道啦咁另外咧，我亦都係好支持咧嗰個係房屋局咧會準備係去豐富個置業階梯呢個政策嘅。喺買居屋方面咧，將嗰個係600表嘅比例咧由4:6啦，就調升到5:5啦。咁樣係會可以協助更多公屋嘅租戶變成業主。咁呢個咧亦都咧有助咧佢哋係踏上第一級嘅房屋階梯。對於呢點咧，我係歡迎嘅。咁亦都啦就睇到啦就係政府係即係採取一個即係好新嘅思維啦，將嗰個城中學舍計劃啦當初推出嚟嘅時候咧，我已經係即係拍爛手掌歡迎㗎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就再進一步咧，就係話係將嗰啲係本身嘅係商業樓拆咗再重建啦。我嚟做呢個係學生宿舍，都仍然可以保持住商業用地嗰個係即係地積比率啦。咁呢個啦就係亦都反映到啦即係政府呢個創新思維同埋係去配合香港作為一個係即係教育樞紐嘅政策。咁就行政長官咧，最後啦我一定要講啦，呢個一定要講好多人話呢個一定係我成功爭取嘅，就係啦講咗好多次，業界講咗好多次，
嗰個係喺地底之下起停車場啦，係一種係即係最唔環保，同埋令到香港起樓嗰個建築費高嘅係一個好大嘅原因㗎。咁今日行政長官咧就講話係而家唔需要有呢一個嘅係強制嘅係措施，一定要起地底停車場，而喺地面上高咧可以起2層嘅停車場啦。咁呢個咧係對於係降低嗰個係建造成本，從而咧係去係降低個樓價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我就希望政府真係可以繼續係拆牆鬆綁，精簡嗰啲係行政同埋法律嘅程序。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訂立一個清晰嘅時間承諾有嗰個 KPI， 咁樣咧就可以係即係真係可以幫到啦整個嘅係土地嘅發展嘅。咁而係政府亦都話啦，佢會係今年啦就會係展開新一輪嘅研究啦，去釋放市區嘅係工業用地啦。咁你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嗰個市區好多嘅工業用地已經係即係不合時宜㗎啦，可以將佢釋放出嚟，呢個絕對係好事啦。咁對於係即係推展嗰個係市區重建啦，又係即係現時嗰個政策，將嗰個係即係地積比可以係本區轉移，而家再擴張到可以係跨區轉移咧，呢個亦都係有助於香港係可以係去重建我哋嘅老舊市區咧，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咁仲有咧呢個係一個係，亦都係一個係即係創新嘅，就係話咧喺北區咧係會預留3幅土地咧，係俾市建局係起一啲係樓換樓啦，有助係將舊區嘅係嗰啲拆樓嘅搬入去啦咁最後一樣嘢啦，我諗係即係未必係大家可能覺得會同係即係地產業界有關嘅，其實係業界都好關注嘅。一直以嚟咧，香港咧，大家唔知唔知咧，做嗰個係嘅叫做係即係露天茶座式嘅係食肆咧，係有好多嘅係即係規例要去遵守㗎。咁今次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見到咧行政長官就係話會係即係精簡個程序啦。咁呢個亦都係咧係對於嗰個係吸引遊客，甚至乎係提振我哋嘅夜經濟咧，都必有幫助嘅。咁我最後咧就係話咧就即係一個好贊同咧行政長官喺結語裏邊講啦，我哋而家係一個轉型期啊。咁亦都一定咧要大家係即係把握呢個機會咧係去轉型。咁亦都啦一定唔應該啦係妄自菲薄啦。咁我就喺呢度係停喺度啦。好，我最後補充一點咧，就係經民聯咧係對於報告提出嘅強化特區政府嘅治理體系、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加強公務員表現評核咧，我哋係表示大力支持嘅，因為呢啲措施同埋政策咧，亦都係回應咗國家同埋社會發展嘅迫切嘅期盼。咁我哋亦都好覺得咧，呢個真係體現到咧政府咧係能夠敢於拆牆鬆綁、深化改革嘅決心。OK， 好，呢節時間到呢度啦。哦，冇時間答問。哦，喺出邊咧？如果有問我哋傳媒朋友可以出邊問。唔該晒，唔該晒。